門馬到金來，小金用10分鐘時間速遞股市技術，讓我哋嘅金粉2026馬力十足，馬上有錢。頭肩底，頭肩底咧，我哋首先睇下佢嘅形態啊，佢會形成咗一個左肩啊，形成一個頭部，並且形成一個右肩。左肩同埋右肩中間嘅高點畫出嚟就叫頸線嘅位置，呢一條黃色線就叫頸線，係可以測算目標位嘅。咁點樣去測算到目標位呢？頸線到頭部嘅距離叫 H， 例如以阿里巴巴為例，呢一個最低點頸線喺121嘅，頭部喺101.8，所以 H 咧就等於19蚊。隨後出現咗突破之後，突破嘅位置喺125，咁佢目標位就可以測算啦。由125加上 H 嘅位置，亦即係等於144，隨後阿里巴巴係到咗嘅，並且第二個目標就係144之後再加上一個 H， 就163。第三個目標就係163加上咗 H19， 等於182。阿里巴巴最終上到186之後，出現咗一個回調啦，所以都到咗第三個目標位啦。好啦，呢一度咧係一個頭肩底話俾我哋知嘅，同樣再嚟到咗雙底，亦即係 W 底，呢度係我哋第5個知識啦。雙底咧就會比較簡單啦，就係兩個底部啦，形成咗個 W 底，呢條係頸線，頸線被突破之後，咁一樣咧可以判斷佢嘅目標嘅。例如我哋以中芯國際為例，最高點喺 48.8， 就係雙底嘅當中嘅最高點哈，雙底嘅最低點喺37，所以 H 咧就得出嚟啦。H 等於 11.8， 突破嘅位置 48.8 加上咗 11.8 等於60蚊。呢個係第一個目標，隨後到咗60蚊之後就出現咗一個回調啦。咁第二個目標會唔會再有呢？60蚊你再加上咗11.8等於72， 72再加11.8等於84。呢一度咧就係雙底話俾我哋知點樣去測算佢嘅目標空間啦。嚟到咗我哋第6個知識點，亦即係最後一個 RSI 4325， 40以下背離買。點樣出現到背離呢？股價創咗新低，但係 RSI 佢冇創到新低，一個 37.8， 呢個38。第二個底係高於第一個底嘅，但係股價創咗新低啦，所以出現咗背離，底背馳要睇升。我哋都可以發現到呢一個係阿里巴巴喺12月份出現咗底背馳之後，後期股價從140蚊左右升到咗170啦，升咗20%。呢一度咧就係40以下背離買，仲有30以下止跌買。亦即係 RSI 呢條線落到咗30範圍當中，出現到止跌嘅行為，咁呢一度已經止跌啦，出現咗一個早晨之星啦。OK， 咁就係一個止跌行為，咁就出現咗一個止跌反彈啦。仲有一種，如果30仲係撐唔住，仲有一種情況咧叫25以下等佢拐。呢一種情況一般出現喺大底嘅時候，極度嘅超賣，行到咗25呢一條線之後，等佢再次嘅拐頭向上，當然最好都有止跌嘅陽燭，呢一個位置再出嚟就形成一個大級別嘅底部啦。25以下等佢拐。好啦，先頭講已經係最尾一個啦，係咪啊？小金同大家去加餐嚟我哋應該係第7個內容啦黃金分割
主升浪，就通過咗黃金分割比率，我哋要關注嘅0.5同埋0.618，由第一輪嘅上升之後出現咗個回調到0.5或者0.618當中，呢個位置係重點嘅黃金比率。如果有支持收出一支中大陽燭，並且下方有 MACD 嘅黃金交叉，咁就代表咗呢一個位置就係主升浪嘅啟動信號啦。隨後呢個股票依然係翻咗1倍嘅，呢一度咧係1347華虹半導體。好啦，呢一度咧就係屬於我哋用短嘅時間同大家去溫習咗我哋喺2025同大家去帶嚟嘅，無論小金嘅黃牌抄底，定係話我哋嘅雙底、頭肩底、RSI 或者黃金分割等等嘅情況。我哋希望咧，大家喺2026一定要馬力十足啊，馬到功成，馬年行大運，身體健康。咁我哋新年再同大家去開班直播啦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